明仔载总统府阁要来举行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，会中会确定环境部去年底提出的2030年减碳的目标哦。外界预计讲会讨论2032年甲2035年的新目标。目前减碳量应该会定伫35%到40%。也毋过，环保团体是认为2035年上少就要减量52%，伫2050年才有可能会当做到零碳排。 不管是发展社区型的小水力发电的设备，也是利用农业废弃物推动永续产销，相关的减碳措施搭齐做伙发表成果。参加发表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讲，台湾净零转型的发展，民间的力量是真有帮助。也强调1月23要举行的总统府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，会搁加重全国减碳的力头。 6大部门需要做的减碳行动，那我们各自提出了救援减碳，就是就排放源来进行减碳行动计划。 本地国内2030年减碳目标是减少24%的排放量。去年底环境部公布新的目标，减碳28%，春求2%。也1月23要举行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，嘛要公布2032年甲2035年的新目标。互相讲要减碳35%至40%。针对这站，环境部长潘启明敢若表示讲是愈有企图心的目标。目前我们的确是设下一个有企图心。 但是要很努力的目标，这个数字一直到现在还在微调当中。那可能最后让总统在明天对外宣布。 针对政府愿意加重减碳的力头，台湾气候行动网络是表达肯定。不过嘛讲，若要符合2050净零排放的法定目标，台湾恐计伫2030年减量40%才算有够；2032年爱减量46%；2035年爱减量52%。款团嘛提出4大诉求，包括打造社会支持的再生能源发展模式，嘛爱订定积极的政策，引导高碳产业来转型。